再来新闻来关心鸭卵的消息，这个鸡卵起价未种落价，即马连鸭卵嘛对咧起价。今日鸭卵产地介绍甲批发介绍同时起3块，产地介绍是每台斤48块，这是有史以来上贵的纪录。出名这个卖肉粽的，以及这两人所业者拢感觉压力真大，因惊唔是卵变贵，是惊卵欠货。而且烦恼讲老主顾会惊到嘛唔敢化气倒起。啊，是安怎鸭卵的起价？卵商是表示讲啊，除了进前因为饲料的成本增加，有真的乡亲无要食鸡卵，该买鸭卵，才会造成鸭卵对咧起价。鸭卵即马嘛挡袂掉咯，即马开始逐台斤嘛来起3块。鸭卵就无啊，你知影咯？系啊，哪咧欠嘛？我想要用鸟的蛋来。鸭卵无够，鸟卵敢会使？高丽这大过伫要到南门市场卖粽的老头家，嘛是唔敢偷换料，因为人客嘛是真歹喙到。我们是坚持要现打的蛋黄，所以你用其他东西的蛋黄也没办法取代，对，就不好吃，而且客人嘴巴都很刁。两人酥、红豆两人酥，若是减一味鸭卵零，人客应该就袂买啊。老店面的生意歹去，到底是安怎？愿意把东西给我们就已经很好了。现在你是不怕蛋贵，是怕没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在想说，万一真的连咸蛋黄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要去做哪些产品？有在想啦，已经有在想。如果全国老百姓3天记者都不买蛋了，蛋会不会下来？而且政府积极要抓大兄弟在操纵。受到影响业者讲介绍爱心含泪，唔敢黑白起价。就算今仔日鸭卵产地介绍含批发介绍同齐起3块，产地介绍逐台斤48，冲到历史新高。两种讲除了饲料成本增加，因为这阵仔的鸡卵起价，大家换拢来买鸭卵。虽然还有3个月才有端午节和中秋节，消费者鸡蛋转到鸭蛋，所以呢，供应量会减少，不得不要涨价。大家换拢来买鸭卵，和鸭卵介绍嘛对咧贵参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